第二本看榜，咱来看台中新文化协会最近发行台湾头一本咧讲27部队的红仔册，而且是配合28事件当当年意见的背景，所以是邀请台文老师用台文来出版。来去早起，阿妈竟然互祖国的阿山顶拍死。27部队这本榜架的台文翻译老师，用迄当阵的开口念红仔图内底的口白，希望大家通过较了解即件发生伫咧台中的历史事件。咱做这个工作，就是所有台湾的传承啦，吼嘛保障咱台中这块历史。我想，阮迄当阵我要做的就是安，而且迄个红仔图已经互你真容易、真简单，地当知伊个故事啊，干那查迄句话，啊，就是安尼甲讲出来尔嘛嘿。28事件迄当阵，台中有一群少年人组织一个号做27部队的民间武装队伍对抗政府。台中新文化协会为着要互人了解这段历史，选择用较好读的红仔图来表达，而且佫使用台语还原当时的背景。台语弄进来之后啊，就发现它其实比较吻合这整个剧情，这人物，因为当时的人物就是在讲台语啊。那你用台语就更贴合历史啊，因为历史漫画就是要重现原来的样貌嘛。但咱台湾在还原历史真相内底，还佫有一个真重要的工课，就是咱要徛伫个台湾主体、人民主体的这个角度内底，把咱的历史的假说权给摕倒转来。新文化协会嘛指出，因为要完整呈现一段历史，所以因有整理真侪资料，即摆发表的27部队是上集。暗算明年在进程会完成下集，希望民众透过网架详细了解28事件当中27部队守护家园的故事。记者梁慧婷，台中报道。